美伊衝突，石油價格不斷急升，亞洲創出歷史嘅股災級別嘅下跌，究竟點樣影響住我哋港股嘅走勢呢？北水創紀錄嘅單日流出，係咪代表恒生指數就咁就會反彈失敗，然後要下跌呢？今個星期即刻同大家解開相關嘅迷思。各位酸辣粉，大家好，又係一周實倉復盤嘅時間啦。啱啱呢個星期，相信大家會非常之期待今次嘅復盤。點解呢？因為有好多件大事件要講一講嚇，包括有啲乜嘢特別呢？亞洲股市股災啦，石油價格飆升啦，美伊嘅戰事繼續持續發酵啦，究竟會唔會停啦？仲有一個好緊要嘅一個關鍵就係北水創紀錄流出，究竟會點樣影響個市呢？咁我哋先由大環境講咗先，跟住中間之後再做復盤啦。繼續係揀3隻出嚟做復盤，然後嗰3隻得定唔得，有冇去留？咁我哋就會最尾嘅時候講啊。今個星期先講咗呢個緊要嘅北水創紀錄嘅流出，咁幾時發生嘅呢？係今個星期四，3月5號。咁包括咧，無論裕深啦，分別流出咗162億同埋114億。總共流出咗276億，係創咗有紀錄歷史以嚟最高嘅一個誇張嘅程度。咁究竟大家擔心啦，點解會咁樣流走嘅咧？恒生指數係咪就咁樣唔得咧？咁我哋望一望啊，恒生指數而家錄影嘅時間咧係3月6號星期五嘅下晝3點15分都仲係開緊市嘅。你見到咧，禮拜四即係尋日。錄影時候尋日啦，禮拜四嘅時候出現咗個最大單日流出之後咧，但係禮拜五嘅時候係反彈嘅。同一時間科技股出現暴力嘅拉升，包括點解咧？因為由京東嘅業績令到成件事升咗上去。京東呢一個位咧，好值得留意嘅。佢業績咧係超出預期啦。咁有5個項目嘅收入都係比預期中多嘅。而其中緊要咧就係咧，佢個圖表上出現一個我哋叫做 engulfing candle， 有人又叫做或者係有人叫白武士嘅陽燭，有好多唔同嘅叫法。咁但係咧，不外乎嘅重點就係，都係急跌完之後出現拋物線下跌嘅走勢，突然之間出現一個好消息，兼且嗰支陽燭連續收咗2個下跌裂口，咁嘅話咧，京東嘅頹勢咧暫時會緩解咗，加上個成交額喺未收市嘅時候已經多過尋日全日成交，兼且係3月4號有機會會創今年以嚟應該好大機會最大成交，咁嘅話咧，京東暫時令到成個股價脫離咗危險期，亦都帶領咗科指咧喺禮拜五嘅時候咧係出現呢個比較強勁嘅反彈。咁但係啦，始終北水流出咗大紀錄嘅流出啦，咁究竟會唔會影響個股市咧？答案係，如果係持續流出呢個位好緊要。可能大家北水嘅數據邊度睇咧？其實好簡單嘅啫，你只要撳咧喺如果我用副圖好簡單，撳機會之後，你撳左邊市場熱點，下邊嘅裕深港通熱點咧，呢度有即時數據，其實仲好方便添啊！咁禮拜五嘅時候其實已經係升翻上去噶啦，就冇淨流，即係基本上係上海嗰邊咧就淨流出，深圳嗰邊就淨流入啦嚇。咁暫時滬深嗰方面禮拜五咧都係淨流出11億呢個要小心。咁其實過往咧就有冇試過淨流出咧？有啊。其實逢星期四咧，大家有冇發覺啊？其實逢星期四星期三左右咧，好多時候咧都會見到南向資金北水係會流出嘅，咁但係只不過喺3月5號嗰日特別大嘅流出。但係如果我哋發覺呢個情況喺下星期持續，包括啲乜嘢咧？包括禮拜一正常係應該流入嘅又流出啦，禮拜二又流出啦，咁嘅情況即係唔係禮拜四流出啦，係禮拜1、2或者3、5或者有連續嘅情況持續流出嘅話咧，呢一個的確係個警號，因為25年點解恒生指數可以出現咁強嘅升幅咧？某程度上都係因為北水嘅幫手。而如果喺26年開始冇幾耐，第一季都未完嘅時候，北水已經開始流出咧，呢一個對於恒指嚟講
係雪上加霜嘅，呢一個係雪上加霜，因為做好緊要問題，頭先冇講嘅就係亞洲嘅股災，日經出現下跌啊，韓國指數出現下跌，咁就關港股咩事咧？好簡單就係日經如果喺呢個日經而家就禮拜五嘅時候升翻啦嚇，但係禮拜一、二、三嘅時候出現大跌，韓國、日本大跌嘅原因係因為石油問題，石油價格持續上升，會令到佢哋有大部分嘅能源，因為日本同韓國係要靠出邊嘅能源去做嘅，咁所以南韓股市同日經嘅走勢咧係差嘅，係開始轉弱咗。日經咧已經好耐冇試過試隻50天線㗎啦嚇，好耐冇試過。咁啊計上次上12月之後咧係第一次嘅，咁上次冇穿嘅嚇，今次都唔可以穿。如果穿嘅話咧，都要非常之小心嚇，日經可能會下跌。咁日經下跌會令到港股咩問題咧？就係假設如果外資包括本來係投資咗香港、日本、韓國嘅，咁如果佢哋要補倉。假設我韓國嗰啲南韓嘅股票補倉，我日經嗰啲位，我想撈底或者再跌嘅時候加注，咁嘅情況，佢哋首選嘅會沽咩咧？好多時候會沽港股，因為港股入邊嘅科技股雖然喺禮拜五嘅時候，無論阿里巴巴啦，頭先講嘅京東啦，出現一個比較大嘅反彈，包括阿里巴巴出現一個消息就係千文嗰個負責人改咗做而家嘅 CEO 同埋 CTO， 令到千文呢件事升級咗，即係話阿里佢要將佢盡全力去將佢重要嘅資源同埋戰略點擺喺千文嗰度。咁嚟緊咧 AI modeling 同埋芯片咧就係阿里嘅一個頭號嘅一個重點嘅一個產品，所以阿里之後佢個股價點樣影響佢咧？其中一個重要嘅基本面就係究竟呢個千文呢個團隊會唔會成功啊？咁以往其實馬雲以前初創嘅時候咧，淘寶嘅時候佢都試過嘅，就係將最重要嘅人物擺喺啲最重要嘅部門上邊，然後去做呢件事。咁所以淘寶最尾成功咗啦。咁睇下會唔會？又係咁樣，令到千文真係有個成功競爭力，可以令到巴巴上翻去啦。但係暫時巴巴嘅力度係弱嘅，而且佢係第一次因為跌到關鍵位130蚊，所以先有支持。如果有機會打彈冇力嘅話咧，又有機會再跌。咁嘅情況，京東係好啲啦，可能低位上咗去，但係巴巴咧係有一個危機喺度。而騰訊咧都講咗好多次，就係佢繼續係下跌趨勢。佢就算最成功咧，就係成功扭轉10天線以上，咁都係暫時止跌啫，就未真係回升啊嚇。咁你望一望美團都係持續下跌，雖然間中有反彈，突然喺10天線以下，即係話如果北水之後仍然持續下跌，咁如果科技指數係咁差嘅時候咧，加埋外圍，如果韓國韓指啦、KOSPI 啦嚇，咁呢個大家要留意住啦嚇，都差嘅時候咧，咁嘅時候港股有機會就會成為一個所謂大資金嘅提款機，所以點解你見到一個中東嘅衝突之後，點解港股嘅跌幅會比起歐洲美股全世界更加勁啦嚇，差唔多就係咁嘅原因。咁當然啦，韓指其實都勁嘅，但係韓指因為中間試過禮拜3、禮拜4反彈咗啦嚇，咁所以就暫時叫做有啲支持啦。但係都啱啱同日經一樣都係50天線呢個位最重要。呢個位佢升上嚟未試過穿嘅。如果連韓指又穿，日經又穿嘅話咧，港股都冇運行。如果港股再加埋北水持續流出咧，咁就幾大機會就係港股就比較危險啦嚇，呢個情況要非常之小心嚇。咁基本上大家估一港股講完之後咧，我哋其實要望一望個緊要性，就係亞洲嘅股災見到啦。咁美伊戰事有咩影響咧？其實對於咧美股咧影響就唔係好大。你個納指仍然係喺25,400到24,300呢個位持續上下徘徊嚇，見到呢個問題，咁嘅情況咧就代表壓咗好耐，納指冇特別差嘅時候，究竟點樣行咧？就證明咗呢一個美伊戰事對於美股影響幾乎冇乜。咁點解會咁樣嘅咧？明明關美國事，好簡單，因為美國佢唔係喺佢嗰個場地，唔喺美國本土入邊，喺中東，而重點係根據過往幾十年嘅數據去顯示出，有戰爭之後，對於美股嘅走勢幾乎係冇乜壞影響，甚至係好影響。除咗2次嘅事實之外，包括2次都係遇上金融危機加埋美股嘅一個問題，
本身戰事嘅問題，先至有機會令美股下跌。咁金融危機而家又冇咧，暫時嘅咧就好健康冇嘅。咁係咪真係咁簡單咧？其實就唔係。話說咧，有一間公司叫做黑石，黑石咧係一個會做一啲私募資金嘅公司嚟嘅，佢做基金投資管理嘅。咁最近呢有個消息就係咁講嘅，有信貸服務嘅一嚿叫做私募基金啦。咁專門做啲信貸類嘅嘢。咁但係咧佢其實應該安全嘅表面上啦嚇，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大家會將佢定義為叫做 current asset， 即係個流動資產。咁但係咧喺2月份嘅時候咧，突然之間遇上一個好緊要嘅贖回，超過咗一個限額，個限額係7%，咁令到咧個基金不能夠被投資人正常贖回，令到大家會開始擔心有所謂信貸危機嘅情況出現。當然呢件事仲係好初步，未真係有消息指出會有機會爆啊。咁但係呢個隱憂咧係一個好緊要潛在嘅金融危機嘅炸彈。咁嘅話咧，如果金融危機炸彈真係爆到最尾，再加埋呢個美伊戰事嘅話咧，就會成為雙重嘅催化劑，就真係大為之雙擊啦。咁就會令到美股真係有機會跌。咁但係而家呢刻咧，暫時呢個消息未見到。咁我哋可以點樣處理呢個消息係真定係假，定有冇機會知道咧？咁新聞就未必會咁快賣嘅。但我哋可以密切留意住相關嘅美國銀行股，包括大摩啦、City 啦嚇。佢哋啲銀行股咧，好多時候走勢咧會反映出究竟有冇機會有金融嘅潛在危機。如果有嘅話咧，就證明我哋要非常非常之小心啦嚇。所以道指見到咧個走勢咧近嚟咧係明顯弱過納指嘅。咁道指如果呢個位有機會再跌嘅話，係非常非常之小心啦。因為道指咧就正式跌穿咗50天線嘅喎，係正式係喺幾時開始以嚟咧？咁20年11月嗰個我唔計，因為唔係真係跌穿，呢個詞係真係跌穿啦。咁去到咧追溯翻25年嘅2月20幾號呢個就要非常小心。如果今晚下禮拜5夜晚啦，下個禮拜都係收復唔到48,900嘅話咧，道指正式進入要拉回嘅情況。咁如果道指進入咧，最尾美納指嘅話咧，都未必唔會弱勢呢個係個關鍵嘅情況下。咁見到呢個就係大市啦，同埋好多嘅 idea。咁究竟而家乜嘢板塊係利好嘅咧？其實好簡單，分別就係一個係石油及燃油板塊。我見到石油一路持續上升咁霍爾木茲海峽閂咗之後咧，大家都明㗎啦，就係全世界嘅石油都出口唔到啦咁基本石油價格就咁樣夾升咗啦咁見到除咗石油之外，我哋嘅燃油一樣燃油都係繼續上升見到仍然好誇張，一個禮拜入邊升咗3成幾，呢個係燃油；一個禮拜升咗16%係石油。呢兩個板塊相關概念，特別美股上邊將會係好好。咁港股方面咧，石油股票就唔係太好，見到資金冇流入到去相關板塊。但係有乜嘢嘅港股板塊係真係唔錯咧？咁啱啱過去就兩會一個小小嘅開會啦，見到有啲叫做能源設備裝置，包括好似東方電器啦、哈爾濱電器啦等等都出一個比較好嘅上升。不過暫時喺高位徘徊嘅。咁呢一個係第一個嘅板塊會留意啦。另一個就係化肥，化肥就特別啦。無論係港股入邊定係喺美股入邊，化肥股票都仲係市場口味仲要係一路破新高。咁其實咧化肥咧就應該係我之前上年嘅年尾嘅時候咧曾經有提及過，話下年要留意下啲農產品同化肥嘅。咁唔知大家有冇聽記得啦咁而家你見到咧，好似18663年新化肥已經上升咗3成㗎啦，今年以來咁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強嘅走勢，而且亦都係講咗啦，因為中東呢一件事衝突。令到個戰事，令到啲化工股、化肥股全部化肥嘅物料都出唔到，同埋製造唔到，咁令到就係成個價格就飆升。所以而家成個無論港股、美股都係炒緊化肥類，而石油同埋相關 LNG 運啲天然氣俾歐洲嘅話咧，都係美股嗰邊咁我哋好快望一望啦，港股有化肥啦，有頭先能源設備啦，美股有乜嘢咧？有一啲係做都係化肥嘅，好似 IPI 啦，出業績好強啦 ，NTR 啦
係啦。仲有一隻陣間復盤會講，係我自己做咗嘅。咁美國石油咧都有啲唔錯，好似 MPC 啦，係嘛 OXY 做弱啲 OXY， 跟住見到有一啲 LNG 就係做運嗰啲天然氣船過去俾歐洲嘅，全部出現咗好強嘅升幅。咁呢啲都係而家最當時得令嚇，而家市場上邊真係有資金流入嘅板塊，然後創緊新高嘅，就係呢一類嘅港股同美股嘅板塊啦。亦都係根據翻呢一個美伊嘅戰事見到嘅板塊。好，跟住我哋嘅下半 part 就係復盤啦嚇，各位。孫子大戶以兵法守護你財富。如果想同我哋一樣用大戶思維學習投資理財，記得咁樣叮叮鐘同埋 subscribe 我哋啦。好，呢個時候我哋望一望，究竟上星期我做咗啲乜嘢咧嚇？上星期我做咗有3隻425、3317、2579，無一避免地，由於個股市出現咗一個好大嘅調整同恒生指數咁亦都係打中咗，包括 take profit 啦，同埋 stop loss 位。425中咗噶啦，咁實現咗5.5%。3317順拆亦都係穿咗個重要嘅支持，就賣咗啦，就賺咗4.1%。咁中位新材就唔好意思啦嚇，咁不但止冇升啦，跟住仲要打咗支持之後咧，蝕咗6.3% 嘅嚇。咁去到而家呢刻為止第37個禮拜，同大家做一周實倉復盤啦嚇。咁啱啱第37星期咧就係2隻賺1隻蝕嘅。咁而家持有住咧就2隻新嘅，就賺緊1隻蝕嘅就虧損緊都持有住啦嚇。咁總共咧就係44次贏，33次輸，就係啱係77次交易。咁勝率咧得57%係合理嘅，咁我都滿意嘅。期望回報7%，即係每次出手有機會7% 賺，平均嚟講 OK。盈虧比即係輸嘅時候就輸4%，贏嘅時候贏8%，都係合理嚇。咁我望一望緊今個星期有啲咩新嘅嘢，我會有留意到咧。第一個係 CF 咁呢就係叫做化肥股都係石油化工嘅副產品，亦都係喺頭先講咗好似 IPR、NTR 嗰一類。我喺3月2號嘅時候一見到嗰個叫做衝突開始、戰事開始，我即刻部署咗，暫時有盈利嘅。第二隻就係石油股啦嚇，但呢隻個股票我覺得差啲嘅，因為佢做油田佢唔係做一啲cracking 裂解嗰啲，所以佢見到冇嘅升幅冇咁大。第三隻港股嘅就頭先講嘅電力設備，咁都係跟翻啲最強板塊去揀，但係暫時咧就虧損緊。咁我哋望一望個相關嘅表現啦嚇，你見到咧而家喺圖上邊咧我哋望一望 CF。呢個就係我重點會留意啦嚇，咁見到系統方面咧好靚㗎，一路咁升緊上去，而且仲要係大戶區間重新加速向上啦嚇，咁我走勢非常非常之完美嘅嚇，呢一個係其中一個 CF 我買咗啦嚇，成交額咧係見到係突破咗呢個高位嘅呢個位嚇，咁我係幾滿意佢嘅走勢嘅表現嘅。好，個指贊會沿住大戶區間推上去啦，就103.9。咁我繼續會留意住究竟化肥喺呢個情況下，非常短缺情況下，會夾到有幾誇張嘅價格啊！另一個就係石油。咁石油咧，佢都終於行出一個走勢啦嚇，都破咗米周高位，亦都係繼續一路向上升啊嚇。繼續大戶區間推指贊，130.6啦。咁石油大家都唔使補充啦。但係點解美股石油會比港股石油強咁多咧？呢個可以講一句，就係美股嘅石油嘅業績嗰份報告嘅增長比港股好好多。呢一隻股票 APA 連續2季出現差唔多3位數嘅增長，呢個係誇張㗎嚇。呢一個喺港股入邊係見唔到。咁你見到點解咧？就因為發覺原來美國嘅石油出咗去之後，可以好彈性賣俾一啲唔同嘅國家同地方，咁佢收入會好高嚇。咁港股就唔係咁樣。第三隻就係港股嚟嘅。2727上海電氣啦，上海電氣都係做電力裝置設備嘅，亦都係我自己想有冇機會把握到相關兩會概念嘅其中一個板塊啦嚇。不過有個重點嘅問題就係，由於我揀嗰隻唔係最強，唔係最勁嗰隻，所以我自己仍然係留意住會唔會有機會真係順利突破啦？如果唔得嘅話咧，我個防守位置我會擺喺4個半呢個位，希望唔好穿
呢個重要位置啦嚇。咁呢三隻咧其實都係我自己抽出嚟嘅三隻嚇。咁其實我就成個鋪位同埋倉位咧，我係擺咗喺我哋自己一個 Patreon 嗰度嘅。咁如果大家有需要興趣，想一齊捕捉到優質潛力嘅股票，或者學習點樣捕捉啦嚇，歡迎可以咧喺下邊條 link 咧去掃一掃入我哋嘅 Patreon，每日一杯低一杯咖啡嘅價錢咧，就能夠得到第一嘅資訊，同埋我即刻嘅操作嘅分享啦，同埋我哋究竟教學方面有啲咩點樣揾出嚟呢一啲板塊，同埋美伊衝突方面，我都係盡快優先俾咗我哋Patreon 會員去講咗成個概念嘅。咁如果大家有中意我哋嘅話咧，歡迎喺下邊支持我哋團隊一陪你共同進退，一齊用大戶嘅思維學習理財投資，變成大戶嚇。好啦，咁今個星期復盤就差不多噶啦。咁大家記得 comment、like、subscribe 同 share 啦嚇。記得唔好錯過變成大戶思維嘅機會。我哋下星期仲有大家見面，各位，拜拜。